聖經申命記28章29節，你必在午間摸索，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樣，你所行的必不亨通，時常遭遇欺壓搶奪，無人搭救。神提醒以色列人，當佢哋進入到迦南應許地嘅時候，若果唔守律法，唔聽神嘅話，唔行喺神嘅喜悅當中，神照樣嗰啲嘅管教臨到佢哋。呢啲嘅管教包括咗饑荒啦，其他嘅疾病啦，等等等等，包括外邦人嘅呢個嘅攻擊，甚至佢哋好似瞎子喺呢個嘅黑暗中嚟到去摸索。瞎子已經係睇唔到嘢，已經要摸索，更加要在黑暗中。你可以想象中，原來唔與神同在，唔聽神嘅話，嗰種嘅生活係何等嘅可怕。求主幫助我哋相信神，依靠神，聽佢嘅話，討佢嘅喜悅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